每日面對大量嘅挑戰。腫瘤科醫生帶住喜樂嘅心，成為病人嘅良藥。隨住醫藥科技進步，癌症治療亦不斷革新。由過去依賴手術，到而家各類抗癌藥物喺治療中愈加吃重。關於用藥，內科腫瘤科醫生喺照顧癌症病人嘅角色亦都愈為重要。內科腫瘤科醫生每日面對形形色色嘅挑戰，仲有越嚟越多嘅求診病人一不小心容易令人 burn out。30幾年嚟，許斌醫生便以喜樂嘅心喺內科腫瘤科服務病人。許斌醫生係首批喺本地培訓同埋通過專科考試嘅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而家更加負責統籌內科腫瘤專科嘅培訓同考核。佢憶述1993年醫科畢業嘅時候，仍然未有內科腫瘤科呢一個專科，原因係工作量不足。佢解釋，幾十年前治療癌症係以手術為主，做唔到手術幾乎等於冇得醫。到後來放射治療，而藥物則只有化療可用。故此，最初海港執業嘅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都係由外而來。內科腫瘤科 Medical Oncology 嘅發展同癌症治療進程有直接關係。佢起源於二戰過後，醫生發現氮介化療可以治好淋巴癌，創出首次以藥物治好癌症嘅歷史。直至後嚟更多藥物面世，促使內科腫瘤科喺上世紀70年代誕生。許醫生話，當時選擇內科腫瘤科，全因為睇到做唔到手術嘅癌症病人似乎已經冇治療可用，覺得應該有啲嘢可以做多啲。入行之後，佢見證本港公立醫院陸續開設6間綜合癌症中心，內科腫瘤科醫生培訓名額亦都由1年可能只有1個到而家10幾個，專業考試亦都從1年1次增至而家嘅2次。佢稱內科腫瘤科喺癌症治療嘅角色越嚟越重，一方面係藥物喺當中扮演更關鍵嘅角色。癌症治療5大支柱分別係手術、放療、化療、標靶治療同埋免疫治療，後三者都係藥物。連可能係第6大支柱抗體藥物複合體都係藥物。另一方面，由於人嘅壽命越長，癌症治療嘅成效亦都越好，癌症病人嘅情況亦都更趨複雜，例如同時患有心臟病同埋糖尿病等。故此，內科腫瘤科醫生培訓住亦都側重內科以及全面治療。而佢亦都十分鼓勵新一輩醫生多接觸唔同專業同訓練，對日後嘅工作會有好大幫助。既然藥物喺癌症治療嘅角色加重，內科腫瘤科醫生訓練係咪最睇重記好藥物知識？許醫生就認為藥物嘅數據、用藥指引等等硬知識，只要用電腦或者 AI 一查便知。而腫瘤科醫生亦唔只係開藥，而係點樣選擇最合適嘅治療方案。所以更重要係學習治療同埋用藥嘅原則，然後應用於臨床工作之上。新藥不斷湧現，亦成為內科腫瘤科醫生嘅一大挑戰。原因卻唔在於掌握藥物應用。許醫生話，縱使新藥嘅療效都令人期待，但通常好貴，對好多病人，尤其是公立醫院病人而言，實在難以負擔。腫瘤科醫生喺制定治療方案嘅時候，亦都要解決呢啲經濟因素，實在唔係個易事。雖然癌症治療不斷進步，但係唔少嘅病人仍然無可避免要面對死亡嘅終局。點樣喺咁沉重嘅氛圍之下工作，而不被拖垮，亦都係內科腫瘤科醫生嘅難關。許醫生認為，腫瘤科醫生需要有喜樂嘅心 （cheerful heart），因為抗癌唔係一次治療便完事，佢係一個漫長嘅過程。不但要考慮採用邊啲治療手術，亦都要管理病人嘅期望，例如俾佢哋明白新藥唔一定係最好嘅選擇，化療亦都唔遜於標靶治療，逐步陪伴佢哋走過抗癌之路。正因為當年抱持想為病人多做一啲嘅諗法，許醫生至今亦都盡量可能為病人做多啲，可能有時做咗好多，用盡5、6線治療，病情依然惡化，已經冇藥可用，佢便會同病人磋商休息一下。佢話最好嘅醫生係知道幾時唔好治療 not to treat， 放諸內科腫瘤科醫生，最好嘅內科腫瘤醫生應該係要判斷幾時停止治療，因為有時治療可能帶嚟更多嘅傷害，但佢唔會對病人話冇得醫啊，因為即使抗癌藥物無效，仍然可以用其他藥物舒緩疼痛等不適。除咗喜樂嘅心之外，原來星球大戰亦都為許醫生提供精神嘅支持。佢指星戰嘅軸心精神係聯繫，就如內科腫瘤科醫生亦都要同病人聯繫一樣。作為星戰迷嘅佢，辦公室放滿星戰相關嘅物品，為佢喺繁重嘅工作中提供一啲調劑同埋點綴。